在这看似简单的旋转中，灵感正在成型。眼前这株文竹的枝条，完美的力学结构，上拱的弧线既保持挺拔，又暗藏韧性。这不正是提梁湖的筋骨该有的样子吗？传统的提梁都是对称、标准、格式化，那我就想打破传统，在自然宇宙的规律当中寻找它的一种韵律之美、流泻之美。提梁，关键是那根梁。东坡提梁的做法是增加一个支点，前二后一3点支撑，大大稳定了提梁。所以东坡提梁的把手可以做得很高。但吴相湖选择了双支点，却并没有降低高度。走出祖先舒适圈的湖手，选择了一条看似不可能的道路。这条道路没有潜力可循，或许这也是吴相的含义之一。